罗清德讲，新北市处理的动作伤慢，因为校友谊颠倒是批评罗清德，根本就啥无脏，叫罗清德交代检方，就要赶紧去查药的来源。另外，国文题讲，中央甲地方拢有责任，赶紧查好清楚，才是上要紧的。对，这样就拔下来了。婚姻馆长张立先陪同校友谊参加10月庆日之路甲婚礼青龙座谈。对于新北幼儿园饲药案件，副总统罗清德认为，新北市府动作慢，建议成立医疗小组。不过校友谊批评罗清德唔知状况，要求罗清德交代检警调查药品的来源。看到民进党不断的去做恶意的操作，其实这个对我们国家没有帮忙，让孩子们能够安心，家长能够放心。上重要，你把真相公布清楚。如果这个真相的事实只有一个，那这个请检方速度太紧，卖哥底下拖。怎么看？侯友宜说你搞不清楚状况。罗清德下晡出席党乐会活动，无回应校友谊的批评。原本早起要参加马祖信赖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，因为航班取消，只好用时薪。佮再讲到台海和平。那未来呢？如果我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能够领导国家，我第一个事情呢，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，稳定台海和平的现状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参加众情论坛，对校友谊处理饲药案件被质疑推卸责任。郭文铁讲，中央地方两边都有责任，要紧紧调查清楚。检调，但有中央部分也有地方的部分嘛，因为一般警察局还是地方首长在指挥嘛，所以我倒觉得事情出现赶快去查。不过我觉得很奇怪，那个药怎么会到底从哪里买到？民众党连续表示成熟了争议，郭文铁强调要建立良好工作场所环境，也别烦恼影响海产人才招募。强调民众党永远是少年人上好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